每日靈修，明白真道，勿迷信文卜。今日經文係歌羅西書2章8節，你們要謹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同埋虛空嘅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間嘅遺傳和世上嘅小學，就把你們掠去。今日嘅故事，有位先生十分迷信風水，大小事都要先問問風水先生。有一日，佢坐響牆嘅下邊休息，牆壁突然倒塌下來，將呢個先生壓到喐都喐唔到，佢就大聲叫：救命啊！屋企人見到，慌忙咁講：嘿，你唔好喐，你忍一忍先。等我哋去問一問個風水師，今日係適唔適合動土啊？我哋一齊默想，好多人常被7月鬼月風水所捆綁，處處都響轄制中，亦將一切嘅不幸都歸於風水。我哋屬神嘅兒女可以超越這一切，亦勝過一切嘅轄制同埋捆綁，甚至讓鬼月成為我哋嘅平安月、感恩月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至高全能嘅父上帝，你在萬有之上掌管一切，世人都當向你苦苦敬拜。世上有好多嘅迷信、禁忌同埋鬼神之說，我哋應當要謹慎，唔受迷惑，免得我哋陷入其中，就好容易受轄制而影響我哋嘅心態同埋生活。求主幫助我哋從中得到釋放，生活有自由，讓我哋單單仰望同埋信靠你，保守自己響你嘅裏邊，有你嘅保守同埋眷顧，我哋就有平安喜樂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歌羅西書2章8節，你哋要謹慎，恐怕有人用佢嘅理學同埋虛空嘅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間嘅遺傳和世上嘅小學，就將你哋奪去。